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你知啦吼？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伊的名甲我拄啊共一个国，我拢叫伊干国的。一日咧去呢，电视新闻伫咧报，吼，伊坐伫办公厅遥控器举咧。高正啊，你甲看，这外国的食钱干，毋是食猪肝哈，食钱干。伊就讲啊，食东食天食到阿卤面。即句社会流传趣味的言语，讲斗句的。食东食天的天，甲阿卤面的面，拄好斗句。意思讲吼，掠猫啊过河田，原来按伊的理顺。啥物款空头伊就要食，敢有可能东甲天食会落？无啦。但是食钱干贪心，甲社会想一句话甲屁想。较早咱戒严时代若听李鸿毅教授咧演讲，更较加强，讲有毛的食较脏水，无毛的食较凊腿，两骹的食较楼梯，四骹的食较倒跪，有肉的食较肉素，无肉的食较笨素，安尼有影熬食钱啦吼，食钱为着要互家己好过日。讲到钱项呢，搁前啊电视新闻哪看，我就甲阿公兄问啊，讲兄啊，我若讲装连讲真正有欠淡薄啊，甲你开喙咧。国前啊，你若有困难吼，你做你甲我讲，这无啦吼，啊无你会当甲我帮忙一下，少嘛免讲。这无啦，少嘛免讲，因为啊，咱两个中间感情好甲死，钱项的莫提起。这话咱社会毋知啥物人编出来，结头壳斗句趣味的俗语话。感情知己的好甲死，我听好为你赴汤蹈火，但是莫讲要甲我借钱，若借钱的无，安尼叫做钱项的莫提起。听到这我头壳绕的，讲啊，讲兄啊，我知啦，我知影你是咧甲我讲笑的啦，无啦，国情啊，你毋知啦，因为你这个人戆头戆面，社会行无头，人若呆看面就知啦。吼，这句原来人编出来，社会讲斗句趣味的言语。人若呆戆头戆面，看面就知，干那安尼看伊的外观，反应就安尼真钝，安尼叫做看面就知。毋过好朋友，我正爱甲你提醒呢，这是朋友中间才会当提出来讲俏谈，讲即个较含的俗语话呢。你毋好安尼甲人也无熟悉，甚至讲交情无甲遐的时阵，共讲人若呆看面就知，会风情都无得确。个种是照你研究，讲社会有哪有流传？即个社会趣味、台语艺术的言语。